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是提名党主席赖清德出来选总统。因为赖清德头一个行程，都是伫伊的故乡台南成立后援会。民进党已经伫咧拼选战啊，不过国民党的人选稍要阁伫咧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之间伫咧张图，这个消息是引起大家议论。 支持者就将人机啊台顶台下营造大团结气势。昨天得到民进党提名参选及控制署总统大选党主席赖清德，提名了后第一个选战行程，以拜六在故乡台南成立新来台湾之友会。我们会基于对等尊严的原则，跟自信的跟中国展开交流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 理解、谅解、和解。甲民进党赖清德早伫到合议大选了后，就一个步桥参选比起来，也被决定竞选国民党选择情调模式，分3个大整合。党内呼声将关新北市长侯友宜10号落南参加母校教育高中校庆时，强调团结共同面对。党在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规划，还有既定的杰作，党有既定的杰作，我们都一定团结。 国民党伫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之间，唔知要双向，互外界质疑是出亏损。即马阁传出内部民调，郭台铭已经超过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无正面回应。不管你叫他几个阶段，反正我们就是要争取所有的朋友，要避免造成任何的敌人。 朱立伦强调，除了党内整合，也设法团结所有应团结的人，争取至控制数胜选。不过面对党内情调竞选会，时间拢还未定落来，国民党恐惊都要赶紧咯。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为2024年开始，规定国内20类场所室内冷气的温度袂当伫咧26度以下。 因若食饭的时段温度是无限制，另外局认为讲有改善的空间，即马定出食饭的时段限制上低温是23度。头一批会先伫咧连锁餐饮、观光饭店等等1300个所在试办到明年底，上紧伫后年会正式来实施。咱来看中国时报，有民间团体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讲上期政策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会影响教育的发展。 5天的时间，已经累积超过5400个人赞成。教育部回应讲，目前政策是落实国家语言的保护甲推广，嘛提升英语能力，让学生有国际竞争力。再来，咱来关心联合报，诈骗的手路即嘛是愈来愈升级。诈骗集团即嘛跳过电信业者，用假的基地台发骗人的简讯，甲民众是骗甲严实。NCC 呼吁民众。 手机的信号若是为4G、5G 变做是2G 的时阵，这个时阵手机有可能受到假的基地台影响。若是收到任何的简讯或者是连接，千万都唔通点落。伫花莲有一批真罕见超过34吨的牛樟，10多年前检警怀疑讲这是一个姓詹的查甫人偷摕，所以甲查扣起来，交予花莲林管处保管交代。不过，这个姓詹的查甫人是主张讲。 遐是伊买，尾也有提过，嘛有过赢，导致伊使卡车去甲领转来。那花莲林管处是讲，感觉真遗憾，不过也是尊重判决。伫花莲林务局药理工作站有34吨的牛樟树茶，10多年前这批大量来源不明的茶，被相关单位怀疑是非法窃取，所以被查扣保管一直到即马。因过姓詹的查某人主张家己是合法买，也提出相关证据，提过买害这款茶性质，则是请大卡车来搬4转才搬煞。都合法的啊，事实我这物件是我买，嘿，安尼。 啊，你迄时买的时阵，迄个姓潘，我互你什物证明无？有啊有啊，就是有这个证明啊，事发唔知，我就靠我买来领这个物件。强调家己是合法买的，这批牛樟树茶无论是这个数量，抑个树龄，拢是国内罕见。即马已经有生技公司甲茶搬转去，继续养护牛樟菌菇。估计2年后第一批产值，市面上的计销差不多2000万，以后会更加悬。以前是要取得比较好取得，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这个。所以这批是有大家有在标在抢。对，很确定它是可以创造出3至5亿。
死者的查某人，民国97年，不因为盗取差不多9栋的牛樟树，和法院以违反森林法接触森林主要产物，判6个月。法院林管处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强调会坚持保护国有林产物的决心。以后伫咧查缉的时阵，会伫刑事考核庭事更加谨慎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伫台中有一个毒品贩仔卖毒品加皮包，为着要闪过调查，伊竟然伫咧包装顶悬印10元1盒，佮挑工竟伫咧自助洗车场交易，伊变遮尔啊侪出头。想袂到尾手也是去互撞到。警察将入去徛街1楼第450个人大所在来搜查，伫爱包内底抄到毒品加皮包。有什么东西啦？咖啡包啦。详细一个看，毒品加皮包的外包装设计竟然印着10元1盒，抗疫中药想要来骗人，甚至也推出蒸汽型玛卡加皮包。互客户以为讲食毒药纵容的效果，真有生理头脑的30岁姓吴嫌犯伫台中4个伫卖这物件，而且专门经自助的洗车场来交易，先徛伫个边仔所在甲联络，要买人来到现场，降低互人查到风险。除了改善疫情顺风车、贩售即可乱真的清冠1号毒品咖啡包之外，吴嫌他都利用那个自助洗车场来做那个交易的地点。他都会躲到最角落的一个地方，然后再跟下游的买家联络。台中市刑台伫4、5嫌犯身上查到31件各式毒品加皮包、2级毒品大麻，还有卡西酮、甲级安非他命，还有3级毒品 K 他命。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认为4、5嫌犯恶性重大，向台中地院申请关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关心水情。最近虽然是有落雨，不过对南部的水情算是无啥帮助。乌山头水库的水，即嘛是已经存无一半，也若站门水库嘛存差不多11%，是强要打底，水情是真严重。高雄4月20开始扩大省水的措施，亲像洗车的业者，即款用水的大户，欠水率提悬到1.5%，也若公立收水池嘛渐停开放。另外，水利署毋但是污水井为别位调水来用，也有用海水淡化机组要来倒支援。天气变热，不少人会去受水，不过即马水情紧张。高雄市府宣布20开始扩大省水，洗车者用水大户提悬省水率到1.5%，公立游泳池拢停止开放，该选手用训练使用，也计划提悬再生水厂供水量能。凤山及临海水资源中心未来扩建以后，每日将可以提供11万吨的再生水给临海工业区使用。因要去接水，迄水那个水管里面一滴水都没有啊。体塔到水公司现在供水站挂水，加上6股这个山区几工无落雨，水公司紧急设供水站，互无自来水供的民众挂水。前一段时间落雨，最后集中伫中部甲东北部，无落雨，河南部水库蓄水率全部降到50%以下。我们后续还有增凿10口井嘛，每天有16.2万吨的一个供水哈。后续就是看整个高屏溪河川流量，如果逐步的降低的时候，我们就是适时来投入这些水来补河川流量不足的部分。除了增加控旱水井，水利署也赶紧南部省水措施，跨区调水协调各机关紧急海淡机组。以高雄紧急海淡机组来讲，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在4月7日就能够完工，每天增加1.5万吨的水量。这个礼拜天开始，也许他们第一步的这个机组就可以开始上线。水利署有讲，黄山河可能按5月中以后才来，现阶段会多元调度水资源，目标是伫6月底进行用稳定供水。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为4月20开始，要经6台 EMU3000新型的自强号，要来试办自由座的服务，车票会拍95折。不过台铁产业工会讲，车顶的卡手无够，若是要查票、要管理，恐惊有困难。有学者嘛讲 ，EMU3000是驶长途的，即马算是开放自由座，想要符合通勤的需求，建议这个方案爱阁检讨。
白色车身的 EMU 3000型新自用号是代替目前唯一有商务车厢的车。4月1日开始，代替高山6个厝的 EMU 3000型提供自由座服务。自由座会伫4到9车，票价是全票个9.5折。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有座位总比没座位好。会想坐吗？不会。为什么？我有位置，我就不喜欢太拥挤。代替说明要坐自由座，坐车进前时间到发车登记30分钟进前拢用买票，限定长班车。若改坐别的车次，爱全票原价补票，也免提电子票证坐自由座，被查到会重新补票，佮加收50%的票价。代替产业工会指出，自由座设伫的4车到9车，也就是两边连接其他车厢。那目前的进度要管理恐惊真不简单。列车上只有列车长，还有清洁人员跟参旅同仁这样子，所以它变成旅客，他要管制两端是有困难的。开放自由座的话，可能就变成会比较适用于一些通勤的一些旅客嘛，所以这个定位要把它弄得更清楚。学者分析，代替买车时阵将 EMU 3000定位是长距离城际的车价高端列车无开放客票，不过即马因为运营无够，佮要开放自由座，列车定位无清楚，佮无考虑管理问题，建议试办了后爱收集问题佮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恢复民众会当检举违规停车的情形。若是看到车无让过路人先过，嘛会当做检举。而且即马罚款是为3600纠管到6000块。外面即只铺设的车调伫回条线，甲过路人砸掉咧。这款违规的行为，民众未来会当检举啊。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新增加受理民众检举的项目，包括人行道、回条线违规停车的情形，无让过路人先过，嘛会当检举。检举人家也会不高兴啊，然后又没地方可以停啊，就很多问题的。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对，我会比较好。我常常看到问题。常常看到有好多真的是不让行人的。针对外界质疑讲，是安怎民众检举违规停车，也无纳入红线甲黄线停车。交通部表示，这个修法的核心是以加强保护过路人为出发，民众会当检举的项目，包括人行道、回条线、甲桥等等的地点违规停车的情形，看到车无让过路人先过，嘛会当检举，而且效用的范围嘛有扩大，无为回条线的路口嘛包括在内，罚款为3600提高到6000块。再增加13项民众检举的项目，那其中很多都是跟保护行人通行有关的，在人行道违规停车的违规临时停车。另外，修法对严重超速的认定嘛有变较严格，为目前超过上限时速60公里，修正做超过上限时速40公里，罚款上重嘛为24000提高到36000，希望阻挡危险驾驶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头一个原住民科学发展基地，即马正式启用，用竹仔来打造原住民传统建筑。未来这个所在，唔但会当做展示、做教学，也会当办公。上较重要的是要互民众做伙来了解原住民族传统的文化。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用竹仔打造模仿原住民族传统建筑物，内底有办公室、文化展览空间，外口阁有会当炖小米的仓库。甲3公尺高的高台，将原住民族传统生活完全展现出来。看到这个竹屋的建筑，非常的感动。进到清华大学来受教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族人所留下来的文化，甚至于是各种生活的规范。隐性的传统的智慧变成显性的这个科学的这一个展演。那在这个隐性知识跟显性的知识里面的交融。希望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科学教育能够蓬勃发展。上特别的是，基地地下室的教学空间，佫利用 AR 技术，让民众体验竹仔厝甲石板厝的科学知识。人与人的关系，跟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其实原住民多年的智慧留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可以学习的。提供原住民族科学教育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做更多探究与实作的科学活动。
期待未来把准备开放予学生甲一般民众做伙来分享原住民族科学中心的研发成果，希望予更较侪人了解原住民族传统文化。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为着要协助农业转型，嘉义县政府为2021年配合水上乡的木瓜产销班，引进智慧管理系统。在12公顷种植的范围内，用科技设备来管理这个木瓜园。因嘛收集资料已经年外，今嘛特别举办成果的发表。有不少外县市的民众是专工走一抓，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实际上跟智慧农业相对应的一些设备哦。产销班的农民亲身导览介绍园仔内底的家私，嘉义县水上乡这间木瓜农场举办智慧农业成果发表，让想要了解智慧农业的农民实际了解。要努力到这个阶段的话，至少有3到5年的差距，我们要去做改善，包含通道，还有网室的规划，还有智慧灌溉系统的规划。这座12公顷的木瓜农场，伫2021年透过农委会甲县政府的补助，全面运用智慧科技的设备来管理，加上农改场甲产销班的合作，唔那详细记录种植的资料，嘛替农民省真侪时间。可以有办法去预测我们未来木瓜的生长的模式，还有我们未来我们销售市场，我们怎么去做铺排，那也节省各个农友各个工资成本的各项负担。政府怎么样帮忙这些小农，可以在这个智慧农业的成本上可以降低，所以相关的农委会跟县政府都有编相关的预算去补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跨过这个门槛。农业处表示，去年有90件智慧农业设备补助申请案件通过，而且为一开始的农用无人机改变做农场的隔热设备。今年嘛，阁提出1800万智慧农业补助计划，希望协助嘉义的农业环境转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澳洲太空总署的木星冰月探测器，在法国当地时间14升空，展开8年的旅程。这个行程会设木星的3粒卫星，要来了解卫星的结构，而且来找看卖敢有地下海洋或者是地球以外生命现象。这嘛是全球头一届有太空探测器要设地球卫星以外卫星。搭乘结束，飞机冲向天顶。澳洲太空总署叫做假接旧式木星冰月探测器，这是伫发射规亚纳，即上阿里安5号飞机来升空，展开为期8年的木星卫星探测。Mission is a full success, absolutely perfect launch today, and it is now the start of a journey for JUICE 8 years journey. 木星冰月探测器要探测木星卫星。木卫2、木卫3甲木卫4，要了解卫星的结构。2031年会进入木卫3的轨道，也是全球头一摆有太空探测器设地球卫星以外的行星卫星。而这3个卫星听讲有地下海洋，可能会有生命迹象的存在。不过任务的主角木卫3的机会是相对较低。To operate a spacecraft, you need energy. You need power, and normally we get power from the sun. Therefore, the solar array has to be very big. All the stuff that we built there has to survive very low temperature. And the third one is that the environment around Jupiter is very radioactive. 除了科学研究，澳洲太空总署第3个会议中也讲到其他的道理。Not going to space and not investing more into space might be higher than the cost of doing that. Let's assume that th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are betting on that revolution. Then it's going to be a huge problem if Europe is not part of that. We've already been set aside in terms of AI, in terms of digital, in terms of a lot of technology. We don't want to be out that revolution. 专家认为讲，无论是深太空的探测，国际太空站也是加轨道卫星，全球太空竞争拢伫继续扩大。澳洲文确实，将发导伫未来的经济甲地缘政治层面，真紧来徛好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
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8度。那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这2天天早暗温差较大，出门都要加早衫。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